五条港里志工队成军多年，志工人数将近50位，平均年龄80岁左右。说这团是3000岁志工队也说得过去。虽然大家都有点年纪，但个个都热情活力满满。在里长沈连哲、志工队长陈其火的带领下，大伙发挥所长，照顾里内长辈，不遗余力。就感谢阮社区这志工爸爸妈妈啦，大家都真的上了年纪了。而且其实大家70、80岁，好，我们这个志工队共餐的服务已经做了6年了，今年迈入第7年，啊，大家越做越高兴啊，也越快乐。但是我们真的很感激他们为社区的长辈啊，还有来上课据点的这些老人家长辈们，做共餐的服务。志工队8大厨个个身怀绝技，煎、煮、炒、炸，任何菜色都难不倒他们。伊就是主厨，大家一起合作的，会使讲伊是副手主厨，做过来我控制的，伊嘛主厨，伊嘛主厨，搁过来我的长老指挥官，搁过来，我就为，因为我们的菜都是他在洗得很干净，真的他很会洗。他炸的方面跟煎的方面就是我们这一位，炸的煎的就是那一位。我们的大锅汤啦，换瓦斯就是我们这位大哥。没有他不行。五条港里志工最高年龄是84岁的张玉子，而张桂干、王秀荣、龚秀娥、黄惠美、陈素粉、郑习江、李茂松也都70多岁。其中陈素粉更是一间知名汕头意面的老板娘，将生意交棒给第3代后也没闲着，现在更把烹饪专长奉献给了志工队。我在刘家汕头面已经退休了，就是下一代来接手，然后我就闲的闲逛就听人家说，这边刚好有缺厨房的帮手，那我就过来帮忙。这样子有在运作，头脑比较不会痴呆，头脑也比较不会退化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见解，一些吸收一些知识。因为我是一个残障者，我车祸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，伤口还没有痊愈，整天在家里就是多愁善感啦，心情很不好啦，无聊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只脚的疼痛又不能再开一个刀已经那么久了，骨髓炎了，只好出来跟大家打成一片，可以调治我心里的压力，也可以去除我心里的痛苦，又可以大家很和乐融融，感觉到说做志工很快乐，刚好有这个机会让我来服务。里长沈连哲说，志工们每天料理及送餐点真的很不容易，非常感谢五条港里志工们的辛劳，每一位伙伴都是在地的宝贝，希望大家给予更多掌声及感谢。五条港志工队赞！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